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直播時間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伊波賽期第2晚嘅賽事啦。星期4晚舉行嘅約克郡橡樹大賽日，我嘅心水推介啊。咁當晚繼續設有7場賽事啦。頭場開跑時間係晚上嘅8點50分。咁主題賽事一定係 S2第4場啦，約克郡橡樹大賽。咁呢一項賽事咧，每年都吸引咗唔少嘅頂級黐馬參戰㗎。咁當中最著名嘅黐馬咧，成全寶亦都係曾經2度咧贏得呢項錦標嘅冠軍㗎。咁當晚設有2項馬 T 啦，分別咧就喺 S2第3、4、5同埋第6場舉行啦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就講下我今次嘅心水推介啦。先嚟咧就係 S2第4場呢場主題賽事啦，約克郡橡樹大賽2371米嘅1級賽。我最中意咧都係隻幻夢日想啊！其實佢服役以嚟跑17次，除咗上年凱旋門大賽係落第之外咧，其餘清一色都全部入晒3甲㗎。今年嘅出賽次數唔多啦，只係跑咗3次，但係個演出咧都係相當之咁穩定啊！初贏咗1場啦，再出喺2級賽效力錦標，其實入到直路咧已經係出咗頭先㗎啦。咁最終咧埋門嗰2步先俾隻遠飛標槍趕過喎。咁而上一場啦，1級賽英皇錦標跑法一樣㗎，入到直路出咗頭先，但係臨尾咧格倫島嘅挑戰都幾凌厲啊！咁但係最終都頂到尾咧，就贏咗呢項嘅1級賽冠軍。今次我覺得呢隻馬咧有機會第4次攞到1級賽冠軍㗎啦。再嚟就 S2 第5場啦，呢場幾賽斯錦標2381米嘅表列賽，咁我最中意咧係隻夏志健啊！初出喺場1600米嘅新馬賽贏馬啦，咁再出就已經跑場表列賽啦，增程大幅增程跑2268米，咁最終就慢閘臨尾就追過第3名翻嚟啦。其實個表現咧都唔錯啊，咁但係幕後對佢個信心咧真係相當大嘅。上一場就跑場英國橡樹大賽，咁最終咧隻雷鳴族響當然就彈得晒贏馬啦，但係佢其實同第3名嗰隻金堂美島咧，叮當碼頭之下影輸跑到第4咧，其實個演出都可以接受啊。今次就落班啦，就唔係跑1級賽，跑場表列賽咧，對手減弱，我相信呢隻馬咧有機會可以提升名次㗎啦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睇翻我其他場次推介咧，記得留意翻我嘅留言板啦。另外提大家啦，馬上尋寶夏日賞咧，新一輪已經開始接受大家嘅挑戰㗎啦。咁大家記得玩翻個遊戲啦，有機會咧贏得5萬蚊嘅足金擺件㗎。好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